上個月由東京羽田機場返香港嘅國泰頭等體驗。今次嘅行程係慶祝太太生日嘅東京之旅，所以回程特別換取咗頭等機艙，希望有個開心嘅回憶。由於回程嘅時間撞正超強颱風到香港，之前都好擔心要改機票，但最後都冇事，可以正常回港。冇事就梗係上機前繼續喺機場買嘢啦。由於航班係國泰跟 JL 聯營航班，貴賓室就梗係要去 JL 嘅頭等貴賓室。有別於一般嘅 JL 櫻花商務貴賓室，佢嘅頭等貴賓室會比較少好多人。而家就可以體驗一下。登記完之後，會見到一條好長嘅走廊，兩旁會有一啲放行李嘅設備同講電話嘅空間。左邊有一個寧靜嘅休息區，而前方就有一個都幾大嘅大堂，有好多張台俾乘客休息同食嘢。貴賓室分為兩層，都有唔同嘅區域同設施。呢度就係主要嘅用餐區，環境非常舒服，仲可以睇到成個跑道飛機嘅升降。台面上有 QR code， 可以用手機去點餐。用手機點完餐之後，就出去睇下有咩食。呢度都有預備咗一啲精緻嘅小食。仲有唔少得日本最鍾意嘅日式咖喱飯，同埋一啲配菜。當然唔少得大量嘅酒類飲品同埋各式各樣嘅飲品。另外一個部分都係酒同埋小食。仲有唔少嘅烈酒同香檳。其實上飛機前點樣可以飲到咁多嘅酒嘅呢？呢度仲有另外一個休息區。會見到類似關於航空嘅物品，好似去咗航空博物館。呢度有國際象棋同足球機玩樂嘅空間。仲見到有位工作人員幫緊客人嘅皮鞋做清潔同埋打蠟嘅服務。呢個特別嘅休息區都仲有其他香檳選擇。
家差唔多時間返去食叫咗嘅午餐。日式午餐已經到咗，仲加咗個魷魚壽司，同3件嘅套餐即製壽司，拉麵都唔錯。當然唔可以同東京嘅拉麵鋪頭比較嘅，但已經非常唔錯。當然唔少得要加一杯香檳。雖然我唔係可以飲好多酒嘅人，但嚟得嘅話一定要試下，同加啲伴酒嘅小食。呢度係需要寧靜休息或者辦公嘅地方。剛才講嘅行李儲存 locker， 同埋講電話嘅地方。豪華嘅貴賓室一定唔少得，就係沖涼嘅地方。較早之前喺手機預約咗，攞咗鎖匙之後就去睇下先。裏面一應俱全，不過就有啲暗。當然有洗頭水、護髮素，仲有唔錯嘅風筒。試完個浴室就上咗一層，上層主要有按摩椅，同埋一個坐喺度可以靜靜地睇飛機嘅地方。其實前邊仲有一個小小嘅餐廳，但因為有其他人喺度傾緊偈，所以就冇影到。係時間登機，出咗貴賓室，趕去閘口之前，突然發現有啲電動車係免費乘搭，咁就試咗一下搭去閘口。原來個閘口都有啲遠㗎，坐住呢架車一路聽住啲音樂，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終於上機啦！再見啦，東京。終於見到頭等艙嘅3隻窗，超開心啊！第一次可以坐喺頭等艙。講下呢隻 Miffy 先，佢係剛剛喺東京站買嘅特別版，
見到咁襯頭等艙嘅顏色，梗係拎上嚟打卡啦。Hello，真靚仔啊！成個頭等艙只有6個位，今次只有5個人坐，因為有個位有啲嘢壞咗，超唔慣啊！個位闊得滯，一上機就俾杯香檳我，又飲過。想講原來頭等冇得放行李上頂㗎，好彩個行李擺得落呢個櫃度。坐定之後就一定睇餐單同酒單，最尾晚餐都係決定由空姐推介，因為佢哋一定知道乜嘢最好食。當然香檳同紅酒都要試啦。但起飛之後好震，頭盤好似係泰式嘅牛肉，你可以見到一路食架機一路震。呢個係晚餐，我嘅晚餐係空姐推介嘅中式黑毛豬。係非常好食，冇介紹錯。配菜都非常好，眨下眼就食完。再食芝士拼盤，太太嘅頭盤都一樣，不過佢嘅主菜就食咗三文魚。當然有蒜蓉包同湯，但個湯就好似話一般。之後有生果拼盤，同一個士多啤梨甜品，同成壺茶。我食完飯冇嘢做，就梗係去廁所睇下啦。廁所冇乜驚喜，都係一般同高級少少。但當然頭等嘅廁所係乾淨啲啊，因為少咗人用啊嘛。返嚟就攤一下先。啲人話將頭等凳有按摩嘅功能，我落機前都試過，原來只不過係少少震動。玩玩下已經差唔多要落機。平時東京飛香港要4個鐘頭左右，但係今次因為颱風尾返嚟而快咗，所以其實冇咁抵。但今次嘅體驗真係好開心，人生可以試一次係非常難忘嘅。再一次多謝空姐同機上嘅工作人員，俾到我哋一個難忘嘅回憶，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希望你哋喜歡。希望 subscribe 同 like， 有新片再同大家分享，下次見。